根据来自新疆的消息，生活在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阿勒泰地区科克托海镇的哈萨克族人民聚集在当地政府前进行反抗镇压活动。据《卫报新闻日报》消息称，加拿大化妆品专家研究发现，所有化妆产品都含有人体皮肤成分。据说，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由中国入侵者占领的东觉斯坦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提供。总统阿尔多安与对安卡拉进行正式访问的俄罗斯国家总统普京举行了单独会谈，时长1个半小时。出席土耳其俄罗斯高级合作理事会会议的2位领导人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阿尔多安总统祝贺普京再度赢得大选当选总统。当选总统之后首次访问土耳其感到欣喜。普京还将参加迈尔辛阿克语核电站破土动工仪式，该核电站总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报道，4月3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了也门人道援助高级别捐助会议，同时呼吁也门冲突各方通过对话寻求政治方案，以解决持续3年多的也门危机。也门是世界上经历最大程度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之一，该国3/4的人口需要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美国军队将很快撤出叙利亚，并且感叹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浪费了7万美元。如果沙特希望美军继续留在叙利亚，那将不得不支出各项费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取消了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的一项协议。他说，在听取了有关协议的大量评论后，检查了利与弊，决定取消了该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威廉斯·宾德勒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对法新社说，我们继续相信需要达成一份双赢的协议，这将使以色列、国际社会和需要庇护的人们受益，希望以色列能尽快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